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，今仔早起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竹的五味，干那8度尔。日时也开始气温才慢慢回升。不过天气向变甲遮尔寒，嘛互心血管疾病风险变较悬。今仔日就传出卫福部口腔健康司的司长赖向华心肌脱过身，才到56岁。天气冷爱注意心血管疾病发作而死亡。卫生部口腔健康署的署长赖向华19透早伫咧厝内，敢若因为天气冷引起心脏病，虽然紧急送病抢救医院救袂大，享年56岁。他是昨天晚上的时候都在参加活动，都还正常。那所以平常也没有什么没有听他讲有什么慢性的疾病的哈，所以可能。因为天气冷了哈，那这个过去的经验看起来都是心血管的问题哈。气象署讲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温度明显偏低。19平地上低温是伫新竹县5味7站，透早6点只敢若8度，不过自日食开始，冷空气减弱，温度会慢慢回升。医生提醒讲，伫最近温度早暗甲日食温度差真多，容易引起心脏病。尤其心脏病造成中壮年成年人的死亡率有到2成。因为温差的影响会造成我们的自律神经过度的兴奋，然后让血压升高、心跳变快。这时候呢，就容易产生所谓的意外事件，就是容易产生斑块破裂之后产生血栓，而堵住我们的血管，而造成了梗塞。不管是脑梗塞或心肌梗塞等等，在这个时期的确非常常见。医生讲，心脏病有6大高危险因子。包括有三权、有家族史、有食薰，也有压力。建议有三权的人一定要定期看医生、食药化，爱戒薰、控制体重，爱有运动的习惯。若是出现胸腔袂痛，也有痉挛的情形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